果有一個餸食完會令到你好開心，蝦油焗花螺一定係其中之一，你一定要試一試。係，食咗飯未啊？今日呢個餸呢，就唔係簡單咁將花螺同蝦炒埋一碟，而係要做到最佳嘅搭配效果。2分鐘時間學曉佢，你都會好開心。呢個餸最關鍵係將蝦頭煎出嚟嘅蝦油去配合本身清淡嘅花螺肉。如果用羅氏蝦，真係會浪費咗個蝦頭，蝦身又唔夠肉喎。所以我卒之揀咗9節蝦。啲蝦買翻嚟，第一時間吸乾啲水分，放入急凍度半個鐘頭，一陣就會更加好處理。啲花螺用啲生粉就可以洗咗花螺本身嘅黏液。好啊，接落嚟幫花螺飛個水，記得一定要凍水落鑊。啲螺肉微微伸出嚟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留翻起佢。好，係時候去服侍下啲蝦啦。剝蝦頭嘅時候咧，順便處理埋啲蝦線。蝦肉咧要好細心咁樣拆殼、開背，用廚房紙吸乾啲水分之後，用椒粉醃一下，最後撲少少生粉同生油，提前準備好個料頭同芡汁，一陣間就唔使心忙咗。又攞起咗呢隻我最中意嘅鐵鑊。如果想啲蝦肉更加香口，我一般會喺炒之前先煎一煎佢。蝦身唔使話煎到全熟，兩面出現呢隻金黃色就可以裝翻起佢。接落嚟煎個蝦頭。煎蝦頭就得2個要素，用細火慢煎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同埋不斷咁用個鑊鏟壓啲蝦紅素出嚟。如果你聽到呢個噼里啪啦聲，證明你個火開大咗啦。蝦油煎到出現深紅或者均紅色，就可以將啲蝦頭夾翻出嚟，繼續下一步。好，我哋開翻大個火先，爆一爆啲料頭。聞到料頭嘅香味咧，就倒埋啲花螺同蝦身入去，快炒幾下，冚蓋再淋上一圈白酒，等食材充分咁吸收蝦油嘅香味。時間唔使太耐㗎，30秒左右就可以。我哋開蓋倒埋個芡汁，放埋蔥段同青紅椒收汁就可以上碟。食得。蝦頭係天生嘅鮮味來源，所有濃郁嘅香氣全部入晒啲螺肉裏邊。哇！你先體驗呢種奇香，再感受蝦身嗰種鮮嫩同飽滿。可能會有朋友覺得我呢個蝦油焗花螺會相對複雜，其實食材同人一樣，你對佢好啲，佢對你又好啲。好啦，記得好好食飯啦！哇！每塊魚肉裏邊都滲晒藤椒嗰種香麻，由脷尖到喉嚨，好過癮。係，寫飯未？鱸魚本身其實冇乜魚味，但當你想過啲藤椒癮嘅時候，你冇人直接去咬粒藤椒嘅，所以佢不過係一個載體。接落嚟就開始我哋呢個香麻旅程。魚買翻嚟，先用鹽搓洗一下，咁樣可以洗走啲血污同埋啲魚腥味。條魚沖洗乾淨，用廚房紙吸乾水分。魚肉嘅處理完全視乎你自己嘅刀工。你可以好似我咁將魚肉片出嚟，咁會熟得快啲，食起嚟有啖肉。啲魚骨同魚頭要斬件，用鹽、胡椒粉、生抽、料酒、蠔油同生粉俾個底味佢先，最後落少少生油嚟收味。趁呢個時間，我哋準備啲料頭，用到洋葱、生薑、蒜頭同蔥段，切大塊啲備用。接落嚟，我哋要準備個藤椒油，佢係呢個餸嘅靈魂。先分一半出嚟炸油。留起嗰一半，盡量係帶支菌嗰種。鑊裏面放多少少油，用個細火慢慢將藤椒嘅味道炸出嚟。呢個步驟一定唔好擔心，炸得太耐，啲藤椒味就會流失。當你聞到有藤椒味嘅時候，再炸多2分鐘，就可以將啲油過濾出嚟備用。好，而家我哋用啱啱炸出嚟嘅藤椒油嚟煎一下啲魚肉，既可以定型，又更加香口。煎魚肉要先煎魚皮嗰一面，通常我會將個火收到最細。排好啲魚肉之後，再開翻大個火，煎到魚皮嗰面有少少金黃就可以。魚肉嘅嗰一面有少少熟，就要即刻夾起，全程超過5分鐘。呢個係外脆內嫩嘅關鍵。今次唔用砂鍋，用呢隻生鐵鑊，佢除咗可以焗之外咧，仲有乾壁嘅風味。又係用藤椒油嚟起鑊，放入切好嘅料頭翻炒幾下，聞到香味就將啲魚肉鋪上去，然後將剩低嘅藤椒都擺埋喺魚肉上面，之後冚蓋。攪翻一圈白酒，焗3分鐘左右就搞掂，食得。咁樣焗出嚟嘅魚肉，藤椒嘅香味唔係浮於喺表面，而係喺嗰層微微焦香嘅魚皮裏邊，有一陣好霸道嘅香麻嘅感覺，一絲絲咁滲出嚟。
佢真係由外到內，每一絲魚肉好似都重新塑造過咁樣，值得喺屋企試一試。好啦，記得好好食飯啊！入口係藤椒味，後段又有薄荷湧上嚟，交織埋一齊，應該叫通透。嗨，食咗飯未？最近喺度追一帆風神，想復刻一個藤椒係嘅菜式，咁就揀咗個簡單又易做，又會俾人覺得你係花咗心思嘅薄荷藤椒雞翼，一齊嘗試一下。雞翼其實可以用凍品，佢會比較大隻又多肉。雞翼飛水會影響肉味，可以試試我嘅方法。雞翼提前一晚放保鮮，自然解凍之後，用鹽同埋足量嘅清水將啲雞翼揉搓多幾次。睇睇啦，而家啲水咧就會變得好渾濁。倒咗啲鹽水之後，再落翻生粉嚟揉搓，可以吸附咗表面嘅雜質。雞翼洗乾淨之後，吸乾咗表面嘅水分，改一下花刀，咁樣就可以更加入味。醃料我哋用鹽、胡椒粉、料酒、豉油同埋紅油，最後再封翻個底油俾佢，醃製起碼20分鐘。所有用到嘅配料我放喺視頻嘅最後。我哋先嚟炸翻個藤椒油先，鑊裏面放多少少油。呢款生鐵鑊傳熱好快，我哋開個細火就 OK。先放入一半嘅藤椒，慢慢炸出啲香味，直到聞到藤椒嘅香味，就可以將啲油過濾出嚟。好，而家嚟到煎雞翼嘅環節，放入頭先炸好嘅藤椒油，煎雞翼一定要有耐性，唔好咁心急咁去反個面。雞翼兩面煎到金黃色，就可以放埋剩低嘅藤椒，翻炒多幾下，冚翻個蓋，淋上一圈白酒，燜煮佢5分鐘。好啦，而家開蓋，放埋啲薄荷，翻炒幾下。好食得。薄荷同藤椒，大家都以為唔夾嘅兩樣嘢，喺一隻雞翼裏邊好有層次咁呈現出嚟。食落有藤椒嘅麻香，又有薄荷嘅清涼，真係好過癮。中意煮飯仔嘅一定要試一試。好啦，記得好好食飯啦！哇，呢個味道好過分！一邊聞住沙薑嘅香味，一邊感受乳鴿喺嘴裏邊爆汁嘅感覺，完全影響咗我嘅減磅計劃。嗨，食咗飯未啊？沙薑焗乳鴿係咪一定用砂鍋呢？前段時間我買一隻幾靚嘅沙田，咁咪試下乾壁啊！試過之後真係翻唔到轉頭，所以我今日咧又去咗和雲市場買咗3隻乳鴿。其實如果你哋喺市場見到成件咧，我會建議成件會好食好多。咁我自己懶得搞啊，叫老細幫我一開四接落嚟，等我哋一齊開始。乳鴿攞翻嚟要洗乾淨，吸乾水分，醃一醃俾個底味佢先。喺醃製過程裏邊，落調味料嘅順序一定係先乾後濕，最後生粉同風油，醃製15分鐘左右。所用到嘅調味料我放喺視頻嘅最後。料頭我哋用紅葱頭、蒜頭同埋沙薑。紅葱頭對半切，蒜頭用原粒就 OK。好，嚟到處理今日呢個餸嘅重頭戲沙薑啦。3隻乳鴿一共用咗150克，先將一半沙薑切粒，再將另一半打成沙薑碎。呢步好關鍵，千祈唔好偷懶啊！我本來有少少眼瞓，而家成個醒晒。我哋煎一煎啲乳鴿先，煎到表皮有少少窿邊就 OK。然後將全部嘅沙薑碎倒入去裏邊翻炒，哇，香到！炒到乳鴿嘅表面黐滿晒沙薑碎，就可以將佢裝起先。然後換隻深啲嘅鐵鑊，做乾壁呢隻鑊一定要有好強嘅串熱性同受熱要好均勻。我哋先爆一下剩低嘅料頭，聞到香味就可以將啲乳鴿鋪上去，沿住鑊邊淋上一圈白酒，等啲酒揮發一陣。當你聞到酒味就可以冚蓋，7-8分鐘就可以。哇！真係隔離屋都香埋。呢個餸一定要用手食，一邊聞住沙薑嘅香味，一邊感受乳鴿喺嘴邊爆汁嘅感覺。哇！啲肉嫩到啊！即係啲沙薑味又完全入晒裏邊，啲肉夠嫩喎，冇得頂真係。因為至於你減磅啲問題，食咗先講啦。好啦，記得好好食飯啊！